今日係2026年嘅7月2日星期四。而家1號戒備信號、雷暴警告同埋酷熱天氣警告信號生效。最新風暴消息，該熱帶低氣壓今早維持較弱強度，衛星雲圖顯示對流主要集中在南側，而零散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及鄰近海域。預料該熱帶低氣壓會逐漸增強，並會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島與本港保持超過500公里或以上距離。1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。本港今日部分高地間中吹強風，而隨住佢熱帶氣旋喺明日靠近華南沿岸。預料本港風勢離岸及高地嘅風勢會有所增強，天氣逐漸不穩定，驟雨及雷暴增多。天文台會視乎該熱帶低氣壓嘅強度變化、其強風區與珠江口距離及本港風勢情況，評估是否需要喺明日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海面有湧浪，市民應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，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。睇呢個風暴路徑圖先，佢而家係喺呢一度。早前嘅預測呢，其實呢，佢係會咁樣行嘅，但係最終都唔係。但係最終都因為嗰個副熱帶高壓脊係比較強勢嘅，所以呢，佢會去咗呢一邊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嚟到呢一度先，拜拜。